這個高級指標處於另一個水平。我在 TradingView 上沒有見過像它一樣的東西，它給出的信號準確得令人驚訝。所以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，我會向你展示它究竟是如何工作的。我在 TradingView 上前往指標，拼搜索 Machine Learning RSI AI Classification， 這是指紋的新指標，將它添加到圖表上，因為這不是一個普通的 RSI， 這是一個實際上具有的應和學習能力的 RSI。一旦你添加了它，你會看到兩樣東西，你會看到直接疊加在界格上的帶，你旋會在圖表下方看到一個振燙器。我們將分解這兩者，但首先讓我解釋一下是怎麼讓這個指標與眾不同。一個普通的 RSI 是通過一個固定的公式計算的，它在每個市場、每種條件下都做同樣的事情，始終如一。這個則不同，它在 TradingView 上就建立了一個小型的本地學習模型。簡單來說，它研究 RSI 過去的行為，並以此來分類當前的市場狀況。所以它不僅僅是對價格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做出反應，它正在將當前行為與之前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比較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數學和計算，作者在指標頁面上已經解釋了所有這些，你可以稍後查看。現在讓我們了解你實際看到的內容。我們先從振燙器開始，然後我會解釋價格上的帶。這條在藍色和白色之間變換顏色的線，就是機器學習 RSI。其結構與普通 RSI 類似，它在0和100之間振燙，中心線在50。當線低於中心線時，它告訴我們動量是看跌的，所以價格可能正在下降趨勢中下跌。當線高於中心線時，它告訴我們動量是看漲的，所以價格可能正在上升趨勢中前進。現在讓我教你一個關於閱讀 RSI 趨勢的小技巧，因為這很重要。當市場處於上升趨勢時， RSI 通常保持在40和最大值之間。它可能在更深的回調或平坦階段向40下探，但它傾向於保持在該水平之上。因此，如果 RSI 跌破40，你可以更大概率地說趨勢已經轉變為下降趨勢。同樣的邏輯反過嚟也得用。在下降趨勢中， RSI 通常在60和最小值之間移動。它可能在回調期間向60推升，但如果它向上穿過60，這是一個線索，表明趨勢可能已經轉變為上升趨勢。所以40和60在這裡不是隨機數字，它們幫助你判斷趨勢是仍然保持旋是實際上正在改變。就像普通 RSI 一樣，你這裡也有一條信號線，這條橙色線。兩條線之間的交叉幫助你判斷動量轉變。當 RSI 線向上穿過信號線時，這告訴我們上行動量正在增加；當它向下穿過時，這告訴我們下行動量正在增加。超買和超肉的工作方式與你已經知道的相同。當 RSI 線超過70時，這是一個超買信號，反轉變得更有可能。當它跌破30時，這是超肉，再次反轉變得更有可能。但這非常重要，那個反轉並不總是一個完整的趨勢反轉。例如，在這次超買豆數之後，價格完全反轉為下降趨勢，但在這些超肉讀數之後，價格只反彈了一點點，那些只是下降趨勢納部的回調。所以超買和超肉只意味着該方向的疲弱。那個疲弱可以是一個小的回調，或者如果更嚴重，它可以變成完整的反轉。無論哪種方式，反轉的想法總是需要更多的確認。這個新版本的 RSI 也非常集合貝利，和你使用原始 RSI 的方式相同。當價格和 RSI 不再相互一致時，那就是貝利，它是一個領先線索，表明反轉可能即將到來。例如，這裡價格創出了更低的低點，但 RSI 創出了更高的低點，那是看漲貝利。它告訴我們下降趨勢正在減弱，上行動量正在積聚。但再次強調，貝利只意味着疲弱。在貝利之後，你可能只會得到一個回調。所以僅憑這個是不夠的，任何反轉決定仍然需要確認。現在讓我解釋價格圖表上的帶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
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开始吧。我们的免费交易机器人使用简单，由人工智能驱动，每天可为您带来高达1%的利润。已有5万多名会员加入，现在就点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這個大是機器學習超級速勢，它像普通的超級趨勢一樣工作，但它對當前市場狀況更具責任性。就像超級趨勢一樣，你可以通過2種方式使用它。你可以將其用作速勢過濾器，或者你可以將其用於止損和追蹤止損的放置。由於它是建立在 ATR 之上的，這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止損水平。例如，如果你開設一個肉出頭寸，你可以將止損放在線上方，並隨着價格持續下跌，沿着線上方不斷向下追蹤。如果你開設一個買入頭寸，你可以將止損放在線下方，並隨着價格上漲，沿着線下方不斷向上追蹤。這個指標船用這些三角形打印買賣信號。公式三角形意味着指標已經識別出看跌狀況，所以它是一個肉出信號。綠色三角形意味着它已經識別出看漲狀況，所以它是一個買入信號。這些信號的準確性很高，但當然不是保證的。你仍然可能得到虛假信號，就像這裡的這個肉出信號。所以我們從不盲目地接受這些三角形。我們首先需要更多確認，而最乾淨的確認方式是市場裂扣和價格行為。讓我向你展示一個高概率信號，實際上是怎麼樣子的。這裡市場一直在下降，在這個點我們得到了一個買入信號，但看看在它之前對齊的一切。首先，在信號之前，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背離，價格創出更低的低點，而 RSI 創出更高的低點。那是下行動量減弱的第一個線索，然後機器學習超級趨勢翻轉為藍色，價格收在線之上，這是速勢可能正在轉變的第二個線索。然後隨着那根 K 線收盤，指標打印了買入信號。除此之外 ，RSI 線高於50，告訴我們市場現在處於上升趨勢。最後，價格已經明確收在最後一個更低的高點之上，這意味着下降趨勢的裂扣被打破了。所以看看有多少事情同時吻合：背離，然後是超級趨勢翻轉，然後是買入信號，然後是 RSI 高於50，然後是清晰的裂扣突破。那是一個高概率的設置。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你可以用來開設買入頭寸的信號。現在將其與這裡的肉出信號進行比較，沒有清晰的裂扣突破，沒有背離，沒有價格行為確認。所以我們根本不會根據像那樣的信號採取行動。一個信號本身從來不是交易，交易是當幾件事情同時吻合時。並且記住這一點，不管這個指標看起來有多好，沒有指標，沒有策略，沒有方法能給你保證的信號，你仍然會有虧損的交易，那完全正常。這就是為什麼你總是要妥善管理風險。這個視頻就到這裡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快回答。如果你還沒有訂閱，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聲圖標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。下個視頻見，祝你的交易好運。